其實開頭哇，我同佢拍餐餐有送價食嘅15年啦，係咯，我諗都冇合作。最難得你問我再撞翻佢，有時佢啲感覺已經唔係當年感覺嚟，慢慢你睇我摸翻，又係嗰個感覺啦。好難得你咪一生有咁嘅拍檔喺度。即係我覺得好難得喺呢個圈度可以有一份友誼係咁多年，就算多20年、30年，我諗到我哋捉棍仔嘅時候都會有嗰份默契。為何你我像突然靈魂相通，浮華世界給路人剎那失蹤，櫻花漫漫結界之中，彷彿前生早約定了，請你別說話與我相擁。為何你會令別人淪為普通？明明已冷靜自控，一秒失控，身體未動，面上已紅，冰封那掛念全解凍，忘年隔世再次相擁。無時空的愛戀，將穿越幾世再相演。人潮中相應了，一出經典，展開了新篇。無時空的愛戀，曾和你萬年前遇見，想見的人，天會安排神奇一天，突然現身身邊。自己拍咗好多愛情片啦，合作得最多而又最有默契嘅咧，可以叫做娟娟啦。我覺得佢好得意，佢成日不停咁講嘢。覺得佢就好得意嘅，就唔講嘢嘅。我覺得呢份默契依然在，永遠都會在。猶如去遍大洋，流回的針。猶如愛錯百萬人，收到一吻。終於命運就在眼前，登天台階竟這樣近，尋回了你。重逢至愛，不枉這生。無時空的愛戀，將穿越幾世再上演。人潮中再遇上，一出經典，展開了新篇。無時空的愛戀，曾和你萬年前遇見，想見的人，天會安排神奇一天，突然現身身邊。Jenny 都合咗10幾年，就算我哋嗰個唔係真係我哋同一公司度啦，佢都係我個家人。其實佢之前都講咗句好感動嘅，佢話佢又會睇住㗎嘛，呢句嘢我會銘記於心。但係我有時我覺得佢會救我嘅。再過多20年咧，我同佢真係唔知點算好，9唔搭8咁樣兩個。